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端午节，逐日暗暝就离镜头的时，会使外靠的只有眠床头的布仔仔，遐尔啊孤单。我听讲楼骹学生合作社有咧卖治疗积木的药包，一包20，白小纸轻轻一挂网，装来白白无芳。因讲这就是生做一个人特爱严厉的滋味，煞无人甲咱讲，这条日子是写人的权利。我嘛已经无投我的筹码，只好找一个所在，甲17岁落葬。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82集，欣赏的是伫咱即届甲海洋台语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台语新诗评选活动，大专高中组得到优选的作品，高雄市立文山高中的张玉萍同学所写的《点日记蹲日子》。顺利去，咱邀请张玉萍同学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甲背景。端日节这首诗是咧讲一个人伫学生时期，也是伫青少年的年纪拄着的心情。像这个年纪拄着人无侪，但若同学也是厝内的人，毋过有真侪话也是无法度为心内甲伊送出去，互大家知影。毋过实在是真无爽快，所以就会去相信真简单的代志。像讲人也讲，你安怎都会袂孤单的迄种药啊。你嘛会去试看觅。诗内底讲一包20的意思，就是你连遮尔无可能的代志，一般人耳啊起来，这就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你嘛愿意去试看觅，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已经无啥物代志是会当去挖靠的。嘛无啥物物件会使，互你有感觉有希望，所以你较去外靠一块真细项的物件，你希望伊会当，互你一寡啥物物件，安尼的心情。啊，毋过要食了即个药啊，嘛毋是啥物代志的解决，内底包的是干网，安尼就是。无味个无香嘛，安尼人就会甲咱讲，咱做人就是爱坚强，爱像别官网共款。毋过是即个过程内底是一个做无聊，还阁真痛苦的，就是真无味的感觉。啊，毋过过到即摆已经无会使偷走迄别味的资格啊，所以只好。想讲来找一个所在，甲咱袂使讲出嘴的迄款少年时的痛苦落葬。
白日暗暝，珠泪浸透的时，会使我靠的只有面床头的布红仔，遐尼孤单。我听讲，楼骹学生合作社有咧卖治疗寂寞的药包，一包20。白色的纸，轻轻凹干网，纸内白白无芳。因讲，这就是生做一个人，就爱严硬的滋味。煞无人甲咱讲，制作日子是写人的权利。我嘛已经无道外的筹码，只好找一个所在，甲17岁落葬。上日起，咱继续邀请这届评审委员李金华老师来为咱做一个讲评。高中大专组，应该嘛算讲大人囡仔啦哈，就青少年啦哈。这个定日子哈，哇，这是敢若题目就是足好的这个意象啦哈。甲日子来煮来定。然后伊最后一段是讲，只好找一个所在，甲17岁落葬，所以伊就是要告别这个17岁，进入18岁。啊，这个日子就一定息就对了哈，要成熟的一个青少年安尼。哦，啊，这是意象是写了有够好的哈。哦，虽然有目屎，但是。虽然有孤单，但是虽然有讲这个治疗寂寞还是寂寞的药包，这个物件虽然是拢是孤单啦、寂寞啦，但是伊搁要甲一个严硬的滋味来转。虽然白白无芳，毋过搁亲像干网。会显领开甲满山坪呢，到底这就日子是啥人的权利？啊，我煞嘛无这个权利通去倒闪，所以我就告别我的17岁，甲的日子定模式，正做成熟的18岁。哇，这是实在是足有才华的一首诗啦哈。讲这就是只做一个人就爱严厉的滋味，煞无人甲咱讲，这个日子是写人的权利。我嘛已经无投我的筹码，只好找一个所在，甲17岁落葬。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张玉萍同学写诗，李金华老师讲评，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